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同婚专法除了落实宪法保障的婚姻的自由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环，就是要保障同性伴侣嘛当甲一般的夫妻同款有平等的侵权。但是这个修法，敢若允准其中一边会当收养另外一边的亲生子女。若是想要共同来收养着无血缘的囡仔，或者是想要伫台湾做人工的生囝，目前拢也未入法。同性伴侣生养囡仔，往往都要面对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。因安怎甲社会来沟通，亲子之间佮安怎来互动呢？咱做伙来看。好，上去吧。他觉得你很酷。下晡4点，前回外头的小笔头下课啊，看到因老母来幼稚园接伊，伊真欢喜，一直跳袂停。每一天下课以后，是小笔头上欢喜的时阵。甲变大汉的囡仔做伙耍，甲因老母耍飞盘、耍球，伫大草坡呢走来走去，真欢喜。这日天下晡，一场温暖的亲子聚会伫天母运动公园，你敢有注意到这两个家庭真特别？有3个囡仔，有4位家长拢是查某的。刚才就是轩轩的头撞到他的脸颊。哦，他有一个小划伤，我们回去查阿妈药。较中性这个杨玉莹是小笔头的爸比，杨慧君是小笔头的妈咪。7年同志判例，因相知相守已经7年啊，决定共组家庭以后，选择到加拿大进行合法的人工成身。即马小笔头2岁10个月大，经过生活的艰酸苦涩，和慧君难以释怀，原是来自因兜厝内的人。我觉得我的家人他们很爱我，然后都很疼我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害怕。我觉得他们是害怕，他们害怕这个世界以为他们没有把小孩教好，然后我觉得他们害怕是不是他们可能前世有做了什么孽，或者是造什么不好的果，所以他们的孩子就是这样子。逐摆若讲到亲人，慧君就后甜，为流程的沟通到激烈的冤家，这侪年来，厝内人伊原本都完全接纳甲理解。慧君只好扭开距离，尊重彼此的生活。其实自头至尾，伊敢若想要甲大家讲一件代志，就是阮真正无啥物无共款。身为同志妈妈的小明甲艾玛有共款的感受。我弟弟有来我家，然后他就说你们就是，他就跟我说你们就是一个家啊。我说是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家啊。孩子多一个爱他的人，我觉得不应该多一份歧视。艾玛甲小明差8岁，一个个性较强，一个较软，无共款的性格，煞意外互补。因2个人相爱，2013年决定到泰国进行人工的，并且伫2015年8月生一个龙凤胎安安甲轩轩，2个囡仔即摆已经3岁4个月大，活泼佮健康。就一直不断的告诉别人说，哦，我是同志啊，我也是妈妈啊，然后就会可能有好的声音，也有不好的声音啊，然后无论如何，我还是就是选择就是继续上街嘛。人权不应该是由别人同意才会给你这个权利。就好像我要生小孩的时候，我要问你，你可以让我生小孩吗？这是妹妹，这个是哥哥，他叫做琪琪，他叫做想翔。对，他们都5个多月了。这是华视新闻杂志进前报道过女同志辛迪甲娜娜。2012年，因为加拿大合法结婚，利用人工的方式，2016年6月生龙凤胎，琪琪甲翔翔，2个老母带2个真水的宝贝，一个到公园，遂引起婆婆妈妈的围观。几个女生，妹妹哥哥，怎么结婚呢？在国外是可以结婚的啊。你们结婚，他怎么会有没结婚？哦，我们可以去那个国外有精子银行啊。一个他的卵，一个我的卵，对啊，然后真的，对，然后一次生，他们好棒哦。对啊，他们因为刚开始真的听不懂，怎么结婚，常常都是问说，怎么结婚？那怎么生？怎么生？什么意思？都是会这样子先开始，但是后来基本上他们都可以接受。大部分都说，这样很好哎，大部分都是善意的嘛，但是几乎全部我们没有听过100%。面对过路人的疑问，辛迪甲娜娜拢会一遍过一遍地解说，嘛差不多每一摆拢会使得到最善意的回应。这款的场景嘛，互人深刻感受到台湾人的温暖甲真情。
我们比较没有去先入为主，觉得说这社会一定会怎么样子歧视他。那我们觉得说，只要我们很有自信，然后我们活得很坦荡荡，我们不害怕别人的眼光。过去同性婚姻无被法律认同，生落来囡仔除了有血缘关系，生母有侵权，同性伴侣即是正当法律上的生份人。小鼻头是我生的嘛？对，那如果我倒下了，就是如果他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他过世，对，那我女儿是会立刻被法律合法规定带走哦，她甚至可能会进孤儿院，而我还没有资格领养她，这是多荒谬的事。不信我要是发生了什么事的话，我的财产她不能继承，她跟我小孩是不能继承的，会变成我的父母兄弟姐妹继承。那我的父母兄弟姐妹，你这根本就是拿法律试验人心啊！就本来是很和乐的家族，只要我们其中一个人出事，应该就变成一场内斗或厮杀。依照倒通过司法院第748号解释施行法第20条，双方当事人之一方收养他方之亲生子女的时，尊重民法有关收养的规定，侵权的难题总算有解。例如说，我的亲生子女跟我有血缘关系的，那比如说我的男同性伴侣，那他可以来收养这个小孩，这个叫继亲收养，就是只能够收养我的亲生子女。同性伴侣的侵权甲同志家庭的子女权益更加受到保障，不过目前法令依然无因准双方共同收养无血缘的子女，嘛变成司法过程中的不足甲遗憾。同志族群希望讲，社会大众会使听因的心声，传达更较侪友善。未来透过法律的施行，加更较侪沟通甲倡议，未然有一天会使见到同性婚姻甲异性婚姻伫法律的天平顶面，会使完全平等。